前阵子明星感染流感、新冠的新闻也不少。近日，钟南山强调要重视流感治疗的及时性，特别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，要保证在48小时内及时接受治疗。药物的选择也非常重要。国内近期有2款新药上市，目前中国在研发流感药物及疫苗方面并不比国外差。流感看似普通，可一旦忽视，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对于流感的治疗，及时性至关重要。一旦出现症状，就得立刻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，不然病毒就会在身体里肆意妄为。像马舒拉沙韦，它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靶向流感病毒 RN 聚合酶 PA 亚基的抗病毒药物，能直接作用病毒的核心，迅速阻断病毒复制，适用于既往健康的12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和成人单纯性的甲流和乙流的治疗，全病程只需服药1次。而且马舒拉沙韦的临床数据全部源于中国患者，具有优秀的安全性和极低的耐药率，快速缓解流感症状，将流感对患者学习、生活和工作的影响降至最低。现在高考也临近了，这可是孩子们人生中的关键时刻，孩子们每天都在紧张的复习，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这时候健康防护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一旦感染流感，不仅会影响学习状态，还可能错过重要的考试。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大家一定要及时备药，像流感药、感冒药、胃肠药可以备一些在家中。一旦出现流感症状，比如高热、头痛、乏力、全身酸痛和眼结膜炎等，就要及时的对症用药，减少病毒对身体的伤害。